这一句是有点障碍吗？噪音，有点烧瞎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们再练习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在教唱歌，好不好？那个肚脐以下3根手头，这是丹田的地方。好，等一下呢。超过40岁有在教啊？哦，我有呢，你要找这现在不适合打广告哦，哈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大家用点丹田，我们大声的把我们的怒气都喊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再一次，我拖着天当的脚步，为人客西西去，人客也对。